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8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进口两个争议个炭烧，台中市针对学校营养午餐业者展开稽查，农业部长简吉强辞职，也毋过风流落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副手罗培霞分别讲以心理咨询师的名义提供咨询，罗培霞是强调讲伊无讲过伊是心理师。非洲利比亚两座水坝放气，世界做大水，上严重的灾区德纳市长表示，死亡的人数可能有2万人。新闻一开始来看进口两个争议个炭烧，台中市今仔展开第2波的稽查，来检查供应140间学校、19间营养午餐业者的鸡卵哦。也毋过嘛有中华农民是真不满哦，因认为讲农业部无建立产销的机制来调整产量。农民是讲到明年的4月，本土鸡卵的产量可能会上过济，两价可能会崩盘。稽查人员甲总比请个好，入去学校中岛等业者冷总数，清查大陆鸡卵的来源。现在洗选蛋都是用喷印的，溯源编码都喷在蛋上面，然后我们就是验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直接输入验收的编码。大陆鸡卵顶悬的打印，经过系统比对，确定是本土卵，来源拢是嘉义县大拿乡。进口卵的争议继续炭烧，为着要避免进口卵互学生食落，台中市府10个针对提供全市140间高中甲各中国校的19间中岛等业者，启动第2届稽查，了解鸡卵的来源。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看他们的那个蛋的进货量跟他们所供去的量有没有去符合，对，以及蛋的来源这样子，对。业者表示，进口卵的真机制，除了会请卵商提供相关认证，菜单内底的菜色，若有使用到鸡卵的，嘛拢会以全熟的方式来料理。全部的蛋都是以采用全熟的部分，因为在运输过程中，我们也避免这些细菌的滋生啊。中华本土卵农民无因家鸡卵增箱出货，讲到进口卵的冲击，农民表示，这半年来本土卵的产量已经有提升，不过农民爱面对进口卵打压，加上民众信心受影响，明年4月本土卵恐惊会消无路。本土的卵吼，伫端午节进前就已经过量肚饲啊，卵量已经足济啊，吼，济甲已经爱填海啊，所以讲咱这进口卵真正爱退场啊。农民讲，因惊台湾本土鸡卵已经有够供应，不过政府也被停止进口卵的合约，佮欠缺产销机制，未来本土卵的计数可能会崩盘，鸡卵恐惊会坐到通填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之前伫桃园查到有进口的巴西卵卡破了后，装做一罐一罐，产地煞标示台湾，袂到市面上，所以地方政府拢会稽查。在野党嘛质疑讲，农业部进前强调讲，保存期限标示有问题的进口卵无卖到市面上，也毋过这嘛引起质疑哦。行政院拜5进前会准备完整的资料，向立法院来做展览报告。新北市卫生局人员前往卖场超市查核新鲜鸡卵，要确保市面上所卖的鸡卵流通安全。因为糖园顶日查核巴西卵冲做台湾卵了后，各地方政府申请备案。新北市卫生局表示，若有表示不实也是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者，会依法处办。卫生局呢，今日呢已经发函给农业部，尽速责成庄畜产会尽速提供进口蛋品的公售流向，以利地方的稽查人员能够有效的去查核。进口卵争议无停，那也即期伫8月30就已经发文农业部调阅资料说无要互因，为进口鸡卵的保鲜期4个月到进口厂商遴选点是有道理特定厂商，后来说衍生做重大食安问题，要求陈吉仲向全民回释嘞。8月30的时候调资料不给，现在几号了？你知道吗？蛋表吃完了，莫名其妙。引进进口蛋是一个全民都同意的公共政策，也没有任何错误。在执行面上有任何偏差或是有些疑虑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行政院跟各个部会包括中央畜产公司要能够回应。从库存加工这些蛋接近6000多万颗的
蛋到底流向何处，一直没有交代清楚。食药立委陈椒华透早，直冲农业部，就是要提相关资料，也质疑农业部所谓的无流入市场的讲法，已经互突破。比对农业部对外公布的资料，有6000万两卵下落不明。不过农业部人员以主管外出为由，只付一张精致的回应新闻稿。何陈椒华批评农业部回避监督，要求陈吉仲18爱护民众一个交代。记者综合报道。进口卵的争议是愈吵愈烈咯。红社讲农业部长陈吉仲早已经提出辞职，也毋过嘛传出讲行政院长陈建仁已经甲伊留落来。望党陈吉仲会当甲争议解说互清楚，拜四伫行政院会来提出检讨报告。今仔早起，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是去台北地检署告陈吉仲渎职，要求陈吉仲赶紧落台。陈吉仲下台，陈建仁准辞。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张小平早起2到北检，就是要控告农业部长陈吉仲渎职。这摆超市进口鸡卵争议真多，陈吉仲17传出请辞的消息。不过迄一暗，行政院表示已经回流。前行政院长苏贞昌阁唔敢表示，这是有人调去办会，也互那亚质疑是为救选前才切割。危害人民的食安竟然还可以继续当官，背景有多硬？我们都知道陈吉仲爱哭，可是这次哭的真的是全国的人民。总统陈吉仲该不该下台请辞负责？会不会担心冲击到选情？总统蔡文面对提问无回应，陈吉仲这几天都无参加公开活动。原本18要主持的非洲地这会议，也改由洪检署长来主持。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要求陈吉仲爱出席拜四议会，可提出检讨报告。星期4有确定会找部长到府会来说明吗？行政院陈院长认为，目前有关进口鸡蛋的这个说明那么陈吉仲部长，那么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权责，需要把问题说清楚。那目前我们由农业部以及食药署，那也启动了联合稽查。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进一步说明，行政院已经针对3部分的鸡卵使用分配进行稽查。包含抗卵库存甲加工业者，希望因透过稽查，让消费者安心，也要赶紧平息政治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副手赖培霞，早已经登记，加做是2024年正副总统的备联署人。今仔台北联署总站也开始，也毋过因为还未摕到中选会正式联署书，所以按算明仔载才会当开始接受联署。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今仔伫台东走行庭，下晡会成立台东选择自由会。有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早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来接见医界的成员，嘛讲到伊对改善健保政策的想法。那个来了才知道说今天还没有开始。对，我来了才知道。早成分钟，热情的支持者透早起要拼独立参选总统的郭台铭台北联署总站要写资料，结果煞是绕空抓，因为中选会联署书还未送到位，联署活动按算19才会开始。不过郭台铭办公室就一讲讲，知影若是顺利整合，都袂送件，引发质疑。嘛传出国民党认为讲，民众党郭文哲才是较稳定，会当讲合作的对象，无咧要以郭台铭敢是要选到底。我们的目的是胜选，是政权的轮替，参选、整合都是手段。国民党有政党推荐的门票，这一张门票要不要坐下来跟在野阵营一起共享？我们会取得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郭台铭办公室强调讲，郭台铭甲副手赖培霞无政党的慷慨，有信心会当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嘛，新增加一个发言人，也就是前新闻台主播陈嘉怡，团队持续扩编，为联署来备战。因那郭文哲是伫台东走行庭，去当地信仰中心台东天后宫拜拜。妈妈说她希望你当正人，你们有什么看法吗？小心哦！她说这样才能做事情啊。郭文哲因老母何水英伫网络节目顶讲，因后生参选就是要做总统，袂做副手。针对这点，郭文哲是无加做回应。因那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早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医界成员。我们也不会演啊，就是这个健保走到今天，
要在下一阶段能够永续发展，我们恐怕是要有一番来进行改善了啊，进行改善。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医界大家共同来讨论的。同款捌做过医生的赖清德，关心第一线医疗人员的工作环境，提出改善健保政策的想法，希望甲医界共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副总统人选赖培霞，伊除了有上中国籍的争议哦，又搁红标讲赖培霞以心理咨询师的名义提供个人的咨询，80分钟的费用是23000块。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讲，若是有人检举内容违反心理师法，上最是当罚15万哦。赖培霞嘛伫面册铺影片说明，讲伫中国取得心理咨询师，佮有企业培训师的资格。也毋过，伊是强调讲，伊毋捌伫台湾提供服务，嘛无讲过伊是心理师。心内有关会对亲人朋友无法度讲出嘴，或者是生活当中拄着困难、心情低落、情绪无稳定，毋知要如何抒发，未少人会寻求咨询心理师的协助来找到方法。毋过，即马传出想要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所公布的副手人选赖培霞，伫官方网站提供1对1咨询服务，每80分钟爱台票23000。伊个人小解当中经历也列出心理咨询师，互人质疑违反心理司法的规定。第一个，他并没有直接这样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使用的话，大概比较没有办法去认定说他有违反心理司法42条。如果已经有民众会觉得，他这个样其实是误导的话，我们也会希望他能够做一些调整。你可以说我做一些些的心理辅导 ，That's it。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自己是心理师。根据心理司法的规定，咨询心理师爱是相关心理研究所主修咨询心理，完成1年实习训练，成绩及格，爱摕到硕士以上学位，而且通过国家专技人员考试，摕到心理师证照，才能成为咨询心理师，而且爱伫所属的县市主管机关申请职业登记，才能执业。咨询心理师工会专联会表示，最近陆续发现市面上有真侪人软法律漏洞，用陪开讲师或者是陪谈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的名义进行心理咨询甲治疗工作现象，互民众产生误解。一个护理师是这个名字，这样没有任何心理相关的一个就是专业人员是这个名字。卫生局那边的认定是用实质认定，一旦查了发现，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咨商哦，纵使你自己说自己是心理咨询，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开罚。台北市卫生局强调，若接到检举，会依照环节进行调查以外，也含请当事人调整或者是落架这信息内容。违规的人上悬会罚15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暗伫华府参加侨胞的宴会。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冒到会场。罗森伯格伫致辞的时表示讲，台湾伫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关键的伙伴。美国会长期协助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能力，这个承诺未改变哦。侯友宜嘛表示讲，毋望美国支持美台关系继续深化，嘛互台湾愈有实力甲中国对话降低冲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做伙今日去会场互动密切。美国时间17暗时的大华府庭后剧院，罗森伯格专程陪着侯友宜。致辞的时阵，佫特别讲到美国协助台湾自卫的约束永远未改变。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enabling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city, and let me assure you that our commitment to that remains rock solid. 也期待在美国大力的协助支持底下，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让我们的实力可以确保和平，让中美关系、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深化，让台美之间的友谊不要中断。特地注意的是，侯友宜伫华府大的威拉德饭店，伫饭店同意之下挂着中华民国甲美国的国旗，代表着美台关系真好。侯友宜嘛特别甲国旗来做伙翕相。
啊，不过就伫侯友宜访问美国的时阵，传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可能第2摆访问美国。侯友宜讲，目前无了解，无法度加讲什么。另外2个人更有可能伫10月来讲到南北合作。侯友宜是讲会团结所有的力量胜选。我跟柯市长之前我们都有为市政而双边的交流努力过哈，我会结合所有的力量，一起赢得胜选。侯友宜访问美国上精彩，就要来啊！伫美国时间10月，会先来拜会着布鲁金斯研究院，对着这个两岸甲各方的议题来提出着3D 战略，接下来会来拜会着美国国会议员，对着美台关系要安怎强化，伊会提出什么方法，受到大家的关心。以上是记者欧良、周良雄伫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咱来看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今仔受到邀请出席法官协会国际年会哦。伊讲台湾的竞争优势就是人才真侪，嘛算讲真稳定。希望讲当继续打拼来保持咱领先的地位。也毋过最近有消息指出讲，因为市场无好，台积电要求设备商合办交机无要紧。另外，伫美国扩厂的计划嘛无介顺利，所以就有机构调降台积电明年甲后年的营收预测。今年1届法官协会国际年会早起举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早起演讲，讲台湾晶片的竞争优势。伊讲台湾的优势除了有人才，人员的流动率低。以台积电来讲，离职的比率敢若有4%至5%。In TSMC, we talk about 4%, 5% annual turno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70s, 80s, which was the last period I was there, the turnover rate could be as high as 15-20% annual turnover rate. And that was certainly a disastrous problem. 张忠谋强调讲，以现处时的社会来讲，真侪产品拢会用到晶片，因若晶片制造是目前重要的产业，台湾应该持续捍卫领先的地位。不过最近台积电传出因为营收减少，加上产业的景气较歹，销库存的速度无像按算的遐尔好。传出台积电要求晶片设备商延后交货时间。虽然今年伫营收甲资本支出的预测拢无改变，不过明年甲后年的营收甲资本的支出拢调降，要来降低压力。到2028年之间，那么这段期间呢，将会是在海外产能会是逐步开出比较密集的这个时间点。那但是呢，整体这个海外的产能，毕竟它的一个占比还是相对的比较少一些。那所以预计整个的一个产能的生产重镇依旧还是会放在台湾。那未来景气，有半导体研究机构预估，今年台湾晶圆代工业营收衰退13%，那明年营收可能成长15%。不过3C消费的力头有限，晶圆代工营收的成长也是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改装车产生真大的噪音，互民众真困扰哦。伫桃园的路底，都有民众怨叹讲，拜六礼拜拢有10外台汽机车做伙伫南清路伫泊车哦。桃园市环保局今年初嘛加强处理，敢若噪音超标的检举都有超过600件，处罚嘛超过137万。网络上流传一段杂志，桃园鹿岛南清路批车竞速乱龙的画面，甚至讲批车抢攻将危险驾驶画面上传网络博流量。有居民表示，南清路真直，边仔阁有真侪支线，较好规避警察查册，会当讲逐礼拜拢组织1、20台汽车甲机车。几乎每个礼拜都有，真正这飙车哦，不是惯，我塞面路哦，啵，安尼放我安尼砰就，我就没办法。出现的时间大概是晚上2、3点以后，因为太直嘛，他们这样子冲过去再冲回来，最近比较少。警方回应，最近无接到相关竞速批车检举报案，会继续甲附近的分局针对第61线路段加强区域联防，预防危险载车。影片系事后剪辑而成，为近日之情形，本分局已派员调代厘清案情，并依法就办。
根据统计，107年到131年，桃园市改装测验车拦检11278件，测验超标无合格告发6934件，告发率61.5%。分析不当改装排气管是造成车辆测验超标妨害市民生活环境安定的根本原因。今年的6月到8月我们总共拦查了将近1200台可疑改装车那总共呢有告发610件，告发率高达51.2%。环保局表示，桃园市启动检讨专案，测验超标告发数增加1.6倍。今仔6到8月，采罚金额达到137.7块，改装数源59件，也强调妨害安宁是果，改装行为则是因。希望透过中央源头立法严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该高线位伫大溪乡五沙村的部分路段，道路两边拢有铺地砖，有民众也准讲是人行道，顶头嘛是有表示人行道，也毋过遮煞当停车，佮有机车的大专区，有民众就质疑讲道路的规划敢是有问题咧。公路局是表示讲，实际上遮是路径会当停车，有机车大专区嘛是无问题，也毋过嘛讲遮确实无应该出现人行道的字，即马嘛已经划掉了。民众行伫宜兰大桥关路边，连名涂骹时，地砖铺面煞停袂少车，铺面顶会当看到人行道的字，边仔竟然也有机车大专区，这款的交通规划引起民众质疑。它其实是一个连续，就是你行人上面直观上，它就是铺地砖的人行道嘛。是。就是看起来，那它下面也有字样，旁边也有写，好像也有字写人行道禁止停车。因为未少车辆停伫地砖铺面，西州民众看到就是人行道违停检举，刷受到警方回复当地是路径停车合法。伊即期政府想办法替车找所在停，更毋规划人行道，甚至连标示人行道的所在，佮讲毋是人行道会当停车行人的路况，方肯伫倒位。Yeah, I think from Japanese opinion, I think it's titled. Yeah, is it right? I don't think so. 那你觉得这边停车合理？本来就是不合理呀。会不会影响到你这样带转？当然啊。实际来到现场，当地行人机车甲汽车争道的状况严重，造成交通乱象。访问市区的民众也表示，看到地砖铺面确实会认为是人行道，开放停车实在不合理。对，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路肩。是。不管它是用什么东西设置的。就我们管理的单位的立场，它就是一个路肩。公路局讲，这个路段的交通设计，道路两边的地砖铺面确实是路径，会当停车设置机车大专区。顶面的人行道字样是大家香港所写唔对，即马已经撤销。另外路径的设置无规定爱用什么款的材质，用地砖铺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非洲的利比亚2座的水坝崩起4个拢会做大水，造成严重的死伤。实际死伤人数各界的估算拢无同。上严重的灾区德纳人口12万人规个所在拢待伫土山内底。当地市长是表示讲，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到2万人，状况是真惨。关手伫咧海边下口有真侪尸体吊伫咧石头旁，敢若用人去搬袂出来。وهذول الشباب هم تكلموا هذول من الاطراف جايين 1500 كيلو را。利比亚因为地中海风暴丹尼尔侵袭，2座水坝崩起，冲来大水造成真侪人死亡。利比亚即马分做东西两边的过渡政府，无法度统计出明确的死亡人数，更加免讲知影偌侪人失踪。当政府讲有真侪尸体被冲入大海，国际红会、联合国也个利比亚当局统计死亡人数差真侪，有几落千，也有上万。والله ما معروف شيء كلام ناس ما في كلام سهالك في يجي يطمنوا فينا واحد يجي يقول لك تبي تدخل المدينه واحد يقول لك خلي المدينه مشكله ضيله ميه فيش وسائل。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也讲，大水甲利比亚几多年来冲突所留下的地雷甲其他的弹药冲到四季，是已经无家可归的百姓会拄到的危险问题。根据国际移民组织上新的资料，利比亚东北部有超过4万人无家可归，不过数目可能唔那安尼。即马灾情上严重的德纳，本来人口只有有12万，规个地区被大水冲入了，拢在伫咧6个门内面。国家媒体报道，至少891栋建筑被损害，市长讲可能有2万人死亡。
另外有官员讲，有家族48人到即马拢失联。有灾民讲，即马规个人硬硬，拢唔知接落来要安怎做。利比亚政治分裂，互国家一直拢无法度正常运作。虽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毋过拢分散伫咧各竞争团体之间。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大灾难互东西边势力开始协调，也毋过若讲到重建问题抑阁真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关心俄俄战争哦，伫过去几天，乌克兰伫前线巴赫姆特收获几下的砖头。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昨日表示讲，乌克兰哦想要甲罗西亚的军队赶出乌克兰，也毋过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乌克兰部队17表示，经过几啊个月激烈对战，成功为俄罗斯军队处长夺出克里斯基夫卡村这个村位伫俄军占领的巴赫姆特以南。伫这进前，另外一个村安德里伊夫卡也有一名乌克兰的士兵爬去墙顶，去将乌克兰的国旗插起来。乌军南部发言人叶夫拉什证实收获这个村的消息，佮表示收获克里斯基夫卡对乌军包围巴赫姆特有帮助。А особливо відзначу сьогодні воїнів, які крок за кроком повертають Україні своє. Кліщівка, молодці.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克里斯基夫卡村方解放，因为敌人犹原想要夺回失去的所在，所以规工乌军拢也咧坚持抵抗敌人的进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7表示，虽然乌克兰反攻行动无失败，几乎将俄罗斯部队赶出国境这个更加大的目标有非常悬的底线，强调乌军也阁有大量的战斗能力。另外，挺进南部海岸甲收复马里坡顶，米利表示。家己无想要做出预测。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再来看2023年的纽约气候周，伫联合国总部举办哦。伫纽约街头有几啊万的示威者，因将街头呼吁拜登政府停止批准新的乌石油甲天然气的计划。另外，伫德国柏林，毛抗议的民众伫当地地标布兰登堡的门口喷柑仔石油漆，抗议政府对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决心无够。大声喊口号，要求政府随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迁加重所带来的天灾。纽约气候周17伫联合国总部登场，纽约曼哈顿街路17涌入数万名的示威者，举行终结化石燃料游行。We're targeting Biden because he needs to completely reverse course. He's not even showing up to the Climate Ambition Summit,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what he needs to do in order to earn youth votes and win the 2024 election is to end fossil fuels. 就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气候周同时举行，拜三也会有一场特别峰会，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召开。会将以呼吁各国，特别是 G20 集团的成员，加速行动，合作应对气候变迁。美国目前犹原是全球上大石油甲天然气生产的消费国。环保天数计算，到2050年前，全球计划进行的石油甲天然气钻探活动中，都有约1/3是由美国财团主导。Right now,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e approving record number of fossil fuel leases, and we must send a message right here, today, right now, that has got to end today. 另外，德国首都柏林有名代表布兰登堡大门，17号抗击气候变迁的情绪喷黄色甲柑仔色的油漆。柏林警方表示，一个叫做最后一代的组织成员使用液压升降装置对东边的条仔喷漆。警方当场逮捕所谓14名成员，佮对这件财产毁损案件展开调查。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讲到日本哦，真侪人都想到富士山，疫情转好了后，国内外是袂少人拢专工去爬富士山哦。今年7月都有65000个人，比疫情之前增加要2成。也毋过有专家就真烦恼讲，游客上过济哦，毋但交通佮环境会有问题，安全恐惊嘛有疑虑。10万年前开始，火山喷发成做富士山是日本第一关山。2013年登录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今年7月即疫后第一个爬山季節，有65000人去爬山，比疫情之前增加17%。初めて登ったんで、もう普段がどんな感じなんか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まあでも
朝この夜でみんな頑張って山頂に向かってる時の渋滞は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もう足が止まるぐらい混んでましたね。休困站的便所拢是游客留落的食面本座加空的饮料馆啊。小便斗也过度使用各种常打按修理禁止使用的牌啊。为确保爬山人的安全，富士山管理局和上热门的极田路线设逐天4000人的限制，不过实际上今年7月已经有3摆超量进行。山顶这样客和爬山真做困难，老人跋倒，真可能会发生全部人跋倒搁连落去，对爬山人的安全造成真大威胁。この富士山のオーバーツーリズム最大の原因は自動車で簡単に5合目に来られること。ということはその自動車道のコントロール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ただこの富士スバルラインは山梨県の県道でもありますからなかなか規制をするというのは難しいのでそこで、自動車の代わりに抜本的に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で登山鉄道に変える。爆料旅客后山区带来唔但交通甲环境的问题，也个人无顾山区天气变化大，就穿薄衫凉鞋上山，顶无大的房间，都伫山屋顶卡困，或者是伫公用便所避寒才会乱上。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过来消息来看，一个有超过45万的民众的 YouTuber， 和民众检举讲，伊去年伫面册招团出国去佚佗，伊嘛已经受到观光局的处罚。也毋过，这 YouTuber 讲这其实是一间旅行社出的团，毋是伊个人招的，伊嘛已经提出行政救济了。分享邮轮设施食美食有45.2万枚，另外者有名旅游美食部落客，和民众检举去年伫网络私自招募旅游团，被讲美国行程4500块美金，拍出由部落客本人亲身带团。和民众检举了后，观光署以无领取营业执照经营旅行业务已经开发。没有 license 的话，那当然就不行嘛。我们会去稽查，甚至很多民众他自己会来检举，那我们一定会做处理。这个布洛克伫面册大文回应，是美国旅行社出团。和网友检举，伫台湾招人，和观光局开发，目前咧行政救济当中。美国旅行社一旦诉讼结果告做后续决定。旅游品质保障协会提醒，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甲旅行业管理规则，非旅行社免经营旅游业务，民众带团都爱设计。会发现说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网红、部落客、YouTuber， 在网络上面呢，在招收所谓的就是达人带路，或者是YouTube 带路，那带大家去旅游，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已经违反了旅行业管理规则。品保协会表示，这几年甚至出现地方创新等组织招民众到各地参访，其实也是游走伫经营旅游业务的变现。不过，合法旅行社就政府的规定爱交保证金，照规定爱投保，若发生旅游纠纷，也由观光局来约束，对旅客权益靠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本土天9日的疫情滚到，全台湾的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国家卫生研究院有设计一套无人车的系统来监控地下水道，卖当转药啊。研究团队以早捌伫高雄实验，正是讲会当来降低炭白蠓的生炭。今年嘛伫高雄佮台南用这款方法来进行防治。照亮这台下水道机器人透过热感液压机镜头，而且当360度无死角，就用将地下沟的水池看了，精准找到天9级稳性自生源进行喷油的防治。机的这个水的源的部分，或者是这一个墙壁上面，都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甚至它可以分辨出结节的大小。5年前开始，国家卫生研究院就产学合作，将无人车系统部署在高雄5个行政区，同时向蠓仔油砂桶进行监测，发现下水道原本差不多有11%有斑纹的影子。后来经过喷砂桶剂加高温水清了后，带病蠓仔密度指标就为原本的0.62降到0.19，显示这项新科技对降低带病蠓仔自生是有帮助的。过去都是用人力去巡检这些水沟，那耗费比
比较大的一个成本。那同时人力还是会有一些缺漏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下水道机器人，看到哪些地方真的是有滋生源存在。今年本土天狗节疫情真严重，根据疾管署上新的统计，全台总共本土天狗节病例已经超过8,000例。国卫院强调，已经协助配合地方政府、甲无人机厂商合作，针对较悬的高压甲防火巷来抗油啊，防止疫情拓开，也提醒民众大雨过后一定要顺道清路，减少病毒传播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哦，嘛是台湾高山仔的生态地。山区的高山仔常常拢会走去动物园内底，并粪扫桶找食的，所以动物园哦是真困扰。最近动物园对国外订一批讲，会当主动禽并粪扫桶的粪扫哦，所以嘛发现讲高山仔开始拍袂开，效果开始袂歹。这真的是尿尿布。民众手摕到物件，边仔阁有一顶台湾狗咧看，一帮物仔就甲食物抢过来，这是寿山动物园常常发生的代志。因为这几天游客不时买饲高山仔，互山顶的高山仔常常抢游客食物，也是并粪扫桶。因此，园方是增加4座国外风险的粪扫桶来防狗，设定园区高山仔较会出现地点。伊本来是用伫防伫迄个台湾人咧并迄个粪扫桶的迄个习惯吼，啊，阮即马对遐甲买即种的粪扫桶来用，啊，阮发现讲，台湾狗吼咧用这个粪扫桶的时候，因为迄个口仔吼有一个较重的门吼，啊，所以较歹开，啊，就较袂去并内底的粪扫。这只防狗的粪扫桶外形亲像旧衫回收桶同款，粪扫桶阁是钢铁材质，较歹拍开，而且拍开了后，阁有一个房仔。高山仔无法度看到内底物件，伊就歹找食物。经过园方这2个月观察，确定粪扫桶拢无互病毒甲破坏，效果是真好。所以，阮最近设置这个粪扫桶哦，阮拢甲设置伫园区内底狗。定时常会出没的所在吼。其实，伫防狗粪扫桶也未出来进前，园区伫3、4个月前就先推出防狗卡网，提供予游客借，予游客会当将物件可能去卡网内底，将伊锁起来，毋但保护游客安全，同时嘛会当保护高山仔的健康。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早起去高雄市的大同国小立教中心参观访问，伊嘛强调讲，台湾伫要建立超高龄化的社会，照顾时代的政策哦，嘛继续来改进。在参加了2023年国际环境流行病学学年会了后，行政院长陈建仁阁来到高雄市大同国小内面福乐学堂立教中心，甲时大人互动。这间全台第一间利用校园教室改造的立教中心，每天大约30名适龄也是失智的时大人接受照顾。开始教阿嬷用平板，跟阿嬷认识，跟阿嬷玩游戏。不止这样子，我们还做了学伴，干脆我们就是学伴，1对1配对，让他们认识。中心伫民国103年思考利用闲置空间设置了后，面对真侪质疑。伫2档内底举办162场公听会、协调会，甲师生家长所提出的问题拢解决。则伫民国105年开幕，互时大人甲学生伫校园共用共学，嘛甲生死学、实地教育等等课程加入课纲，建构老幼扶持的理念。目前高雄嘛有6间国中小学，还有高中加入，明年嘛有可能大学要参加。如果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字嘛，爱嘛。当你有爱心的时候，老人家跟这个学童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互动，彼此互相帮忙，彼此互相相爱。陈建仁讲，台湾会伫2025年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为了卫福部慢慢改变长照移工的营运政策，中央嘛要扩大编列长照，而且调整着长照2.3的计划，未来甚至有可能推出着长照3.0的政策，希望面向是更较广泛，会当用爱好好照顾台湾的高龄者。记者王刘婷婷交全国报道。台湾预估到2025年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哦。有同志团体调查就指出讲，同志敢有表明伊的性向对长照的准备甲执行哦，嘛有影响。同婚过后，它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我已经出柜了，所以我们其实有非常完整的讨论过医疗的问题。
就是包括要不要插管，要不要急救。讲到家己照顾老母坐回了后的生活，作家顾欣怡感触是真深。长照议题对于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来讲是真大的考验。因为同志族群的身份，在照顾甲老化的议题，嘛有真侪压力。我们也发现了是，那台湾的长照机构对同志友善吗？我们的父母进入到这样的机构里面，那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同志身份，对他们来讲会造成另外的压力？根据同志团体调查，目前也有差不多7%同志的受访者完全无公开伊是同志的身份，因若其他的人公开的程度是无啥共款。那以完全公开同志身份，甲拢无公开这两大类型来比，完全公开的人照顾别人的经验，要和父母讨论后事的比例较悬，烦恼冲突、烦恼照顾的责任分配无平均的比例较低。显示敢有公开身份对长照的准备甲执行有一定的影响性。没有出柜的人，他就是对家庭的关系没有信心，或者说他觉得他跟他的父母是有沟通上的障碍，或有沟通上的困难，他们的这个观念价值可能差很大。同样的，在遇到长照议题的时候，这个也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担心。为研究的结果来看，同志团体建议政府相关单位未来会当建立同志相关养老院等等照顾的机构，培养同志长照工作者，让台湾的长照会当做了较周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民众当进一步来了解党国时期的历史，不动产处理委员会委托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办台语的讲座，要来了解迄个时期的国家暴力对台湾的影响哦，望讲会当促进社会理解，大家做伙来思考转型正义。命令团结才有力量，同志即是手足。这个命就代表哪？1946年的11月，令呢？就代表1946年的12月。这是经过学者破解以后，对政治单位电报当中解密的资讯。国史馆协修高准用9月17受不动产处理委员会的邀请，来向民众分享228事件前后的历史电报。同时，为着要避免消息走漏出去，电报内底一字一字背后拢有复杂的意思。这当中也有记录着当年228的时流传的民歌。228拍死烟犯啊，来起音了。民众放弃为公司情，还有啥？治官无理乱发机关枪，5位烈士来牺牲。为着要探讨中国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动产处理委员会委托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巡回台湾各地，计共办理8场讲座，用文史观点带民众来理解迄段历史对台湾的影响。宜兰场，阮就会去讲迄当初的台语电影的问题，伫个中华会讲有关这个语言的选择认同甲转型正义的问题。就是讲，虽然是无一定直接讲东山，那毋过阮就是较放伫个过去迄个时代所带予台湾的影响。228事件和白色恐怖对台湾的国家认同和语言文化造成直接冲击，尤其有关转型正义相关的3项修法甲2项立法的事项，目前进度也阁真慢。基金会要邀请民众透过讲座做伙来思考转型正义安怎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丁玉瑞台北报道。台亚是愈开做重要的作物哦。屏东雾台乡的吉乐部落，伫莫拉克风台扫过了后，原本种的台亚品种哦，拢消失。最近经过中山大学合作，拜托日本哦，甲50当前，伊捌摕去做研究的一寡品种，寄回来台湾，过来验证，所以部落族人是拢真感动。屏东雾台乡吉乐部落的长老咧唱传统歌谣。甲祖灵祈福，讲台啊总算转来啊！14年前莫拉克风台扫过，造成部落的台啊品种拢总流失。后来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50年前捌有日本人来吉乐部落，甲13种台啊的种子再登去研究。经过联络了后，总算甲保存伫日本研究机构的台啊。8种品种登来台湾，因为今年是国际小米年，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50年前遗失的一些小米种源从日本迎接回来，然后在这里富裕。对卢凯族来讲，台亚是非常重要的农作物，毋但是因主要的食食来源，伫各种祭典、宗教、庆祝活动，嘛拢看会到。经过中山大学的协助，即马总算通重新验证，继续传承这项文化。
借由这个小米的互种，做一个传承文化的那个课程，原住民的孩子们，让他们去认识小米的外观，还有小米的运用是有哪些？感受到就是族人对于小米就是在他们文化之中就是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因为那个以前我们那个拿回去日本，然后但是我个人觉得太好了，那个对这种回来。对。透过简单的仪式，众人做伙甲台仔种落去一片土地。未来收成也会保留10%做文创商品，嘛会当推广舞台的生态知识和永续农业。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正超过东半路，公司台语台的采访团队亲历战区，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在战争中的乌克兰人民的生活甲目前的状况哦。今仔特别先带大家来看有一个台湾的少年人王南英，伊本地是伫乌克兰的读博士，战争发生了后，伊无离开，利用伊会晓罗西亚语、乌克兰语甲日语的船长，甲国际救援组织做伙伫乌克兰帮助难民。那么做伙来了解。记者即马伫个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城市利比乌边仔一个教会，工作人员伫遮里发放物资，有台湾青年伫遮里放活动，他们伊个工作伴甲遮囡仔算做伙。大人囡仔排队咧等待，这是战争的期间以来真难得等到的救援物资。这个人大部分拢有路无厝，为乌克兰当兵前线的所在来的，因暂时去较安全的城市避难。大人伫边仔等领物资，囡仔坐几排，手举笔当咧擦色，透过画图写卡片，祈祷战争会当早点结束。战争爆发了后，离邻国波兰无偌远的利沃夫，嘛受到飞弹的攻击，居民嘛伫咧空袭警报当中，渐渐惯死甲惊吓共存。为台湾来的王南英，原地伫乌克兰读博士，战争开战了后并无离开，是留伫乌克兰甲难民斗相共，因为伊会晓讲罗西亚语、乌克兰语、日语嘛真认真，所以就甲日本还有台湾的国际救援组织合作，除了送物资、办文化交流活动以外，嘛筹划食物支援计划，帮助难民会当家己生活。其实我早期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他们发放物资，但是我看到很长的排队队伍，小孩子都无所事事，所以我就在想说，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再为他们做什么。王南英也佮教会合作，招新唐医的少年人做伙投入救援的工作，传达为亚洲来的爱心，展现有力头的国民外交。Мені 12 років, я з Донец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Добре. А можеш показати, що ти малюєш, що мені розказати? Я малюю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 добре?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他们来到这边，跟当地的 NGO 或者教会有些连结，很像的连结，以及让他们觉得不会那么孤单，有很多人关心他们，很多人在乎他们。伫咧超前的同时，乌克兰内部嘛一直伫做修复的工作，外地人来遮交流办活动。互为东部来遮寻求庇护的难民，加点因内心的安慰。记者吴丁武、林建如，乌克兰采访报道。再来看也门哦，伊是世界上上主要的咖啡产地，也毋过经过8冬的内战，受到美国的制裁，也门的咖啡出口是减少真侪，嘛真做是阿拉伯上产值的国家。最近局势有较缓和，虽然咖啡无法度外销，也毋过生意人嘛开始拼内销，嘛望讲战争赶紧收煞，搁再复兴因的咖啡产业。讲到中东的国家也门，大家想到拢是战争甲产赤，但是真侪人可能毋知影，其实也门伫以早是全世界上重要的咖啡生产国家。17世纪的时，也门的咖啡为因一个叫做摩卡的港口出口，外销到欧洲，变成欧洲的贵族甲好野人真爱啉的饮料。这就是全世界上出名的摩卡咖啡的由来。Our ancestor discovered these amazing seeds and turned it to a magical drink.
也门因为气候真干燥，咖啡豆拢是用古早的方法靠日头晒好干，甲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咖啡真无共款，有非常特别的香味，毋是其他所在的咖啡会当取代的。但是，也门过去8冬一直伫内战，佮受到美国的制裁，互咖啡出口量大大减少。伫这种情形下，因为战乱毋敢倒转来故乡，但是非常思念故乡的咖啡香味，真侪伫海外的也门侨民，就变做也门咖啡外销主要的客户。Yemenis living abroad become more emotional. They always buy Yemeni product, and I think it helps our business to become more popular among them. 因为出口较困难，一寡卖咖啡的生意人就开始开发国内的市场。伫也门的首都沙那，最近有几间新开的咖啡厅，毋但装潢甲真水，而且提供真专业，用手工地道的方式做出来高品质咖啡。نحن لدينا هدف وهو هدف رحلة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أمجاد. رحلة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أمجاد هي رحلة عودتنا إلى مجد وأصالة وثقافة البن اليمن. 受到战争的影响，也门全国有2/3的人口拢爱靠救济才会当生存，所以一杯美金1块外，差不多代表50块的咖啡，啉得起的人其实并无多。但是咖啡厅的头家讲，伊有信心，一旦内战若停止，也门一定会当佫变成中东上主要的咖啡中心。对也门人来讲，咖啡所代表的不只是过去美好的光荣，佫较是对未来的愿望。记者感恩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